下，我哋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听明呀么？第一个，通知单、通知单、通知单；第二个，身份证、身份证、身份证；第三个，印章、印内、印内；第四个，确定、确定、确定；第五个，记得、记得、记得。好，我要量挂号。请问有带通知单、身份证同印的吗？有。请等一下。也是廿个挂号，请确定一下。冇唔错，多谢。还有乜嘅爱判嘅冇？冇，量挂号听听。提醒身份证同印的要记得拿哦。好，多谢。看下头多嘅样片，我哋来学习一下几句常用嘅对话。首先，请问有带通知单、身份证同印的吗？请问你有带通知单、身份证与印章吗？请问有带。请问你有带？请问有带？通知单、通知单、通知单；身份证、身份证、身份证；与印章吗？同印的吗？同印的吗？好，整句哦。请问有带通知单、身份证同印的吗？请问有带通知单、身份证同印的吗？下一句，也是嘅挂号，请确定一下。这是您的挂号，请您确定一下。这是亚黑您的挂号，给挂号，给挂号，请您确定一下，确定一下，确定一下。好，现在来整句咯。亚黑给挂号，请确定一下。也是给挂号，请确定一下。再下来下一句，还有乜嘅要办嘅冇？还有什么要办的吗？哦，这句话很重要哦，在公务单位常常会用到这个句。好听哦，还有什么要办的吗？还有乜嘅要办嘅冇？好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乜嘅？还有乜嘅？要办的吗？爱办嘅冇？爱办嘅冇？好，整句组合起来哦。还有乜嘅爱办嘅冇？还有乜嘅爱办嘅冇？最尾一句爱记得拿哦。好，在这边呢，先提醒，客家话的拿这个动作呢，跟国语的字是听起来是一样的，拿。好，所以你听哦，要记得爱记得。拿哦，听起来是一样的哦，跟国语是一样，拿哦。所以你看到组合起来是什么？爱记得拿哦，爱记得拿哦。好，亚片这些句子呢，是我们这个单元所需要练习的常用语句，请大家还是一样回去要多听，多跟着念，这样才会进步哦。加油！